在新竹的米达菜单顶悬，常常会看到一项号做粉肠的小菜。不少外地来游客想要点这项菜，煞拢唔知影要安怎读。蔡观众朋友做回来看卖。中昼时间，米达来了未少人客，大家拢是要来买这条长长、看起来亲像烟肠的小菜，用刀仔切落去，软软 Q 的芽，佮看到肉丁，真侪外地人来到新竹，想要点这项小菜，煞唔知影安怎读。粉肠啦，你我现在夹不下，这以后加里面有粉跟瘦肉灌下去的，然后那个配料还有配料那些我自己配料调配的灌下去吃，然后吃起来就 QQ 很好吃。台语老师出来向大家绍介，这项小菜正确的念法叫做粉肠。其实“肠”这个字是对新竹人的台语口音所借而来的。这两字原来念做粉肠，就是咱平常时在写的这两个字粉肠，是教育部的正字。啊是安怎伊无甲伊写做粉肠，等到要用这个一个水一个石头这个字咧，头家伊有家己的解说。伊讲因为伊想要表达水呛入石头仔顶的迄种声，就是咱平常时咧讲的呛粉的呛。所以他用这个字，啊，毋过其实咱应该写的教育部的正字是粉肠。台湾因为有腔口差的关系，而会讲，甚至会甲伊写做是粉肠。依照教育部台语词典解说，粉肠是一种以番薯粉、肉丁、笋丁做伙，灌入去猪仔肠所做的料理。面搭头家讲，欢迎乡亲后摆来新竹。会当点这项在地的好料理，食看卖。记者刘君豪，新竹报道。